POS 如何完成點倉。打開 POS， 點擊倉存，點擊頁籤點倉，點擊新增添加新點倉記錄，進入點倉總覽界面，點擊我的點倉，點擊搜索按鈕，搜索需要出倉嘅商品，輸入商品名稱或者 SKU 編號，選擇出倉商品，點擊新增，輸入我的點倉數量，點擊上傳點倉記錄，點擊感嘆號圖示，可查看未點倉商品，點擊歷史圖示，可查看該商品點倉記錄。如果當前數量同實際數量存在差異，請選擇差異類型，並根據需要輸入備註。完成點倉後，點擊下方的處理，點擊右上方我上傳的點倉記錄，可查看此設備嘅點倉記錄。點擊處理後，點倉處理頁面下方顯示出多個按鍵，係4種對存貨差異嘅操作類型，分別係出倉、調貨、立即丟棄同只確認。點擊出倉，可以選擇創建送貨單或立即出倉，兩者皆會將庫存差異嘅貨物出貨。選擇創建送貨單會生成待出貨、待出倉嘅送貨單，立即出倉則會創建送貨單，並同時確認出貨出倉完成。調貨一般用於將庫存貨物從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地點嘅過程。點擊調貨，可以選擇創建送貨單或立即出倉，兩者都會將庫存差異商品調貨到另一個地點。選擇創建送貨單會建立待出貨、待出倉嘅送貨單，立即出倉則會創建送貨單並確認出貨出倉完成。點擊創建送貨單或立即出倉後，選擇調貨地點，點擊確認。立即處置一般用於庫存中嘅商品出現變質、損壞或其他品質問題，需要立即處置。點擊立即丟棄即可完成操作。只確認只需確認差異，唔進行後續操作。點擊只確認即可完成此操作。當點倉完成後，返回頁籤點倉，按住點倉記錄向左滑，點擊完成，即可結束點倉流程。